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，又到2025年嘅10月份，今日就想同大家比較一下市面上11間銀行嘅美元定期存款利率。定期雖然冇股票咁高回報，但係勝在夠穩陣，而且又簡單易明，好適合一啲穩健嘅投資者。而且美金定期比港紙定期個息口更加高，再加上港紙同美金係掛鈎嘅，可以減低一般做外幣定期嘅匯率風險。事不宜遲，第一間就係 Relax Bank， 存款1個月同2個月分別會有3.3厘同3厘，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5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41厘同2厘。下一間就係恒生銀行，無論你係咩戶口類別，只要用新資金喺網上去做定期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都係有3.7厘。而如果你係恒生優越理財嘅客戶，存款額達到1萬美金或以上，透過分行或者電話理財去做定期，個息口就會高少少，3個月同6個月都會有3.8厘。下一間就係星展銀行，留意翻要用新資金同埋存款額達到6000美金或以上，所有客戶嘅存款利率都係一樣，存款1個月同2個月分別會有2.45厘同2.75厘，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7厘。存款4個月同6個月都係一樣，有3.45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2.85厘。下一間就係渣打銀行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都係一樣，有3.5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3.3厘。留意翻要用新資金同埋存款額要達到2000美金或以上，而如果你嘅存款額達到100萬港紙等值嘅美金，個息口就會高少少，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53厘同3.6厘，12個月會有3.4厘。留意翻要喺分行去辦理嘅。渣打銀行除咗賺利息，仲可以揀做賺亞洲萬里通嘅里數，存款1萬美金新資金擺12個月就可以賺到3萬蚊嘅里數。下一間就係信銀國際 InMotion 戶口，存款1個月同2個月都係一樣，有3.3厘，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6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4厘同3.15厘。如果你嘅存款額達到1萬美金或以上，個息口就會再高少少，存款1個月同2個月會有3.45厘，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65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45厘同3.2厘。下一間就係匯豐銀行，如果你係匯豐卓越理財或以上嘅客戶，美元定期存款個息口就會高少少，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6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5厘同3.3厘。留意翻要用新資金同埋喺網上做，存款金額要達到2000美金或以上。如果你係匯豐 One 或者其他客戶，存款息口就會低少少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4厘同3.3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3.1厘。下一間係 Moss Bank， 存款1個月、2個月、3個月個息口都係一樣，3.45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15厘同3.05厘。同埋留意翻要用新資金。下一間就係東亞銀行，由於新資金個息口就比較高少少，所以就集中講新資金。至尊理財 BEA 高或者其他個人綜合戶口個息口都係一樣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都係一樣，有3.3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3.1厘。而如果你係顯卓理財或以上嘅戶口，個息口就會高少少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都係有3.35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3.15厘。下一間就係馬銀行，存款1個月會有3.8厘，存款3個月、6個月、9個月同12個月都係一樣，有3厘。下一間就係中銀香港，如果你係私人財富或者中銀理財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5厘同3.3厘。如果你係自營理財、自在理財或者其他個人客戶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3厘同3.1厘。最後就係眾安銀行，存款7日同1個月有0.1厘，存款3個月有0.15厘，存款4個月有3.41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有0.2厘。最後就比較一下呢11間銀行嘅美元定期存款利率，3個月最高嘅係恒生銀行，存款額達1萬美金或以上，有3.8厘，其次係恒生銀行同星展銀行，有3.7厘。6個月最高嘅係恒生銀行，存款額達1萬美金或以上，有3.8厘。其次係恒生銀行，有3.7厘。12個月最高嘅係渣打銀行，存款額達到100萬港紙等值，有3.4厘。其次就係渣打銀行同匯豐卓越理財或以上嘅戶口，有3.3厘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